后来今年入冬，各种的病毒是大流行。中医师讲，会当用一寡温补的药材来保健身体，像这个黄精、黄芪、枸杞甲红枣等等，会当泡做茶来啉，嘛会当甲散肉，或者是排骨做伙炖来补气补身体。 天气寒，流感嘛地地来，除了穿好烧，平时嘛会当用一寡温补的中药材来顾身体。比较用的是黄芪，黄芪加这个黄精泡。一般都有黄精，它也泡这西洋参。乌色的中药材就是黄精，是补气的好药材，药性稳定，平常时会当泡茶来啉。手脚冰冷，这打个黄芪、枸杞，再来泡茶喝，都蛮好的。最近呼吸道疾病大流行，而民众平常就可以使用像这样的中药材来调理身体，增强免疫力。像黄芪、黄精，你也可以把它炖瘦肉。 给小孩子吃。不过民众若是本来身体就无爽快，也是有其他特殊的状况，建议也是要问过专业的医生。怀孕的你要小心你要问这专业的中医师。除了穿好烧加基本的卫生保健，嘛会当选择适合的中药材来做平时保养，提升免疫的能力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